谢熊。专家有地位就讲咱出来得有5个人。是的，大家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侪35000块，你砸登去哦！加油！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的来宾咯。是好，先介绍恁这边的。我这边先啊吼。嘿，欢迎阮这队，因为阮这队吼拢是足厉害，足够讲话，出一支嘴。队长小大脸，小大脸，要么这小大轮呐，小大脸，小大脸，每次跟他我小小啊，拍谁？不过我感觉小大恁敢若较好听，较好听哦，我随来改名。好听啦。只要讲的就准算。唔对，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大脸，向骗去的感觉，你我小大轮呐，小大轮呐。唔知第几届来这个节目吼，啊，近摆来咧吼，有的时阵欢喜，有的时阵悲伤啦。为什么悲伤？那无摕到奖金就足悲伤的啊。哦，袂啦，咱有迄种比赛精神就好，啊嘛是来学习的啦。所以讲你来几道？哦，差不多38道，无遐济啦。哎呀，赢几道？赢，看一道呢。哦，比阮甲介绍落去。来，首先呢要介绍这位玉酸。哎，你好。我叫做陈玉酸，啊，我这摆第几摆来？可能第3摆。对。嘿，啊，我这摆是来宣传阮的新书，十粒卵的故事。啊，这十粒卵的故事咧，伊是一个真新式的得奖的绘本，啊，伊唔那适合囡仔来看，啊嘛适合。初咧学这个台文的读者，吼啊，伊这个故事咧，就是有十粒卵的故事，飞出去的故事，啊，佮有真侪这个台湾的好料理，啊，透过这个故事咧，咱会当用听，用看，听、片、食、摸，拢会当切克着。嘿，啊，欢迎大家Google 去找十粒卵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跟上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做丽金，啊嘛会使叫我。地咧金啦，所以你就会记得我对不对？哈，啊，咱公司有真有名的导览先生这个节目对不对？对。拍摄我是导览欧巴桑。哎呦，导览，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个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阿芝，我是为台中起来第1届录影。我之前去读册了，就拢开始读册，食头拢开始讲华语。啊，为着要甲囡仔讲台语，变做台语人安尼。啊，咱拢规工拢咧听讲是台语台，为着莫互囡仔看遐尼侪电视，佮摕一地房甲电视炸起来听声音安尼。今日会当来甲大家拼输赢，足欢喜的。感谢你的教育呢，加油是哈，好欢迎，来个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阿柔，我本身是做翻译的，啊，像网络顶有一个网架台语动画叫做台湾地的料理救援队，我有甲伊翻做英语。啊，我即马伫 IG 嘛有家己的网架叫做阿迪亚有幽灵记啊，真欢迎大家来看卖咧。欢迎你哦。哦，恁这边较有影，就有教育意义的。无唔对，不过阮这边的队长我嘛是足有教育的哦。我唔知伊的囡仔遮尔大声啊。看不出来啊。而且嘛是真好，因为啥？嘛是讲台语的。有。是，后来阮这边共识一定赢。我的队长金酸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酸。我相信大家一定感觉讲我台语应该是最好的，因为我拍这个台语的8点档。啊，不过我想讲，我台语真正就烂的。啊？我是拍戏才开始学讲台语。是。所以我都感觉足惭愧，因为我的囡仔哦。阮弟嘛是讲国语啦，其实。系啊，不过伊细汉的时阵住伫屏东。对，所以嘛是有知影。无定定比你更较了解呢。这是真正的。是因为若对伫个阿嬷的边啊，还是阿公的边啊，迄台语拢会写叫。对，所以我拄啊了解咱的对手了，我感觉咱今仔日就是来耍欢喜就好。来耍就对啊。好，来，即马先介绍恁学生好无？好，这是我的大汉后生，依依，你好。是，嘿，听讲你真秘书哦。有一点嘛。啊，你啊，自我介绍一下无？你讲你叫什么名？我叫依依。依依。今年15岁。欢迎你哦，哈，儿子。嘿，来个啥来去？哦，我是台湾嘿。啊，我较早呢是空中小姐。伫咧疫情 COVID 疫情。前是空中小姐，因为疫情我就转来，啊，即马是演员，我有咧拍广告、拍戏安尼，啊，我会继续
拍拼。嘿，欢迎你咯，哈，来个啥嚟去？大家好，美秀姐，你好，阿雄，阿雄哥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淑温，你会使叫我阿温。欢迎你呢，好，好来个啥嚟去？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好，我叫艾伦，嘿，我是车里塞，嘛是演员，今日第一届来这，我会较拍拼啊，加油！好，欢迎你呢，嘿，今晚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是哦，欢迎咱今天的国文老师翁秀荣翁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台语水阁有趣味，共心做伙讲台语，出一支嘴来互台语永远光明，阁真水。哦，赞掌心出这个字拢有啊啦，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主竞赛开始。四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四字斗一字。大家做伙想哦，四字斗一字意思就是讲，哦，拢有字啊，中要斗什么字咧？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是，比如讲，什么悬，什么面，什么丝，什么筋。哦，顶。哦，跳，顶悬，顶面，顶丝，顶筋。哦，就是顶筋。啊，毋过哦，咱卖遐尔啊简单啦，吼，卖遐尔啊简单讲出来，咱甲做一个句，甲讲出来，嘿，互老师搁了解这什么意思，看你那里对唔对，吼。好，来啊，分数安怎算？咱这回合吼，拢总有3题，分数较悬的迄队会先得到奖金5000块。哦，5000块哦！加油哦！啊，那这个时阵吼，我若讲哦，咱请手答了后，应该写完就紧的试，嘿，吼，会记了，来哦，来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光、什么气、什么色、什么光呢？哦，光、气、色、光哦，中到底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手答，今日写完就今日试点哦。什么字呢？光、气、色、光，足简单的啦。哎呀啊，来，出门拢会看到。哦。啊，记得写好，记起来。哦，来哟，这一个嘴。天，阿了，天光啊，啊，这个啊，怎么直接开始讲，对。哦，伫咧这个天光了后咧，我就看一下天气，啊，就看到这个天色了有乌，迄个乌阴的款，吼。最后咧，我就提香出来拜天公，希望较咱卖落雨。好啊，讲完啦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袂歹哦，这个故事就歹讲的。好，来有分数。有一定的1分啊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介绍。好，做句做了足好的吼。啊，搁第一个要甲大家提醒，就是讲，伊这是迄个头前爱念本调，天光，啊，就那像地动，啊，卡声，吼，迄款咱一般会安尼念，嘿，啊，做句做了足好的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老师谢谢。好，来后一题哦，咱这边手要较紧的哦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哦。好，来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鬼、什么年、什么年、什么时咧？哦，鬼、年、年、时，中午是什么字咧？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啊，写好就记哦。好，来，感心。当当时，当当时，互我想到当年的时阵，我就爱食当归。当然啦，迄嘛是因为，迄嘛是为虾米我到即马看起来遮少年。哎，各有迄个标签哦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字对。哎呦，赞！好，来分数。可以嘛，得了1分啦。哦。好，来，
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其他拢较好理解啦吼。啊，迄个当归，咱爱念倒往当归，伊是汉药的一种吼，爱较温凉的补。所以咱平常时毋管是食物啦，还是你咧家己泡枸杞茶，有当时拢个会淋吼。啊，真正食的，大家当像你遮尔水。哦。拄少囝是因姐姐咧。系啊，加甜啊，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哎，今日速度拢足紧哦。对啊，白手啊。上尾要一题啊哦，关键来啊哦，5000块哦。好，手要较美哦。来，上位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公、什么心、什么道、什么义咧？哦，针对台语这件代志咧，是，你逐工拢爱用功，只要你用心。伊自然有伊的用途，哦。然后呢，你讲的每一句拢有伊的用意，用袂停哦，用袂停啊！你嘛有表情啊呢？我开始想要进入8点档。你会当做演员啦？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倒一队会当抢头香，摕到5000块，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道义中是什么字咧？好来，咱请抢答。紧写，写落去，写落去。来，写落去就对啊。一起哦。来，针对台语这件代志咧，是，你逐工拢爱用功，只要你用心，伊自然有伊的用途。哦。然后呢，你讲的每一句拢有伊的用意。哦，用袂停哦，用袂停啊！有影。有啊，你嘛有表情啊呢？我开始想要进入8点档，袂歹，较困难淡。别，你当做演员啦。来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当去国家剧院啊。哎呦，过来分数。终于得了第2分。来，咱请老师解释。好，就是吼，这个用足好用，吼，啊，不过有风音差，有当时咱会讲用，吼，啊，有会讲用拢会使。啊，迄个其中迄个用功的词，一般咱可能较华语、华台共同词，咱会当讲，咱就爱逐工拍拼，安尼可能会比用功更较好。啊，不过这词是会使现代词。嘿，多谢。好，谢谢咧。老师。哎，好，来，今日看分数，好，先看阮这边，港心。得到1分。哎，好，啊，那咱出一支嘴咧。有2分哦。哦，所以第一位系回合的5000，你倒位？啊，送互咱出一支嘴。好，咱进来去咱的第2回合哦，手答定歌机。手答定歌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。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答定歌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哦，今日谁来讲咧？啊，同款是咱的课文呐。这个外国朋友吼，伊会用伊的镜头来台湾，也是甚至外岛世界游览。是。啊，拄到伊袂晓讲的，唔知影，就问大家台语安怎讲咯。哦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这回合5个题目，分数较悬会使得到奖金1万块。哦。加油啊！那咱5000块就搁差起哩哦。啊，咱若开市，咱就是1万哦。哦，真好，真好。好，来介绍2位哦，哈，这边哦，真好啥啦？咱穿黄的这边，阮港心的哦，真正黄港心的啦吼，拢第一抓，第一道，嘿，来唱这部，哎呦，是拢互咱啊啦，第一道拢互咱啊啦，是啊免紧张，放较轻松的，放较轻松。你平常时是演员哦，啊你演戏会遮紧张哦？你即摆咧演紧张啦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哇，咱演得介好呢。对，演得介好。又搁有另外一种演法吗？演歹人。一种演法尔。哦，你拢演歹人哦？嘿，我拢演歹人较济，因为面看起来较歹。其实你真善良。哎是。笑面啊。对啊，笑起来嘛是真善良啊，对唔对？啊，那这边的迄落妈妈，得为囡仔，牺牲真济吼。听讲伊甲因翁冤家嘛是台语。哦，是这样。
囡仔开始讲话了后，咱就一直甲伊讲台语。啊，毋过阮翁咧有当时啊，甲我冤家的时阵，伊就讲我无要讲台语啊，我啥做事拢要甲你共款讲台语。毋过伊即马嘛有咧开始学台语啊，伊咧披衫，啊，毋是咧披衫的时阵嘛会咧听台语，啊，伊嘛去昨有去参加台语考试，所以我真正非常感谢阮翁。哎呦，为了后一代啦！哎，都爱讲出来，因为大家为了后一代拢咧奉献，你知哦？啊，这种奉献是伟大，有影，迄是看袂到的，迄是放伫心内底感受的啦。好，来，袂紧张啊哦！了，来哦，紧的哦，咱来开始哦！加油哦，1万个哦！好，来，手跟个两个点面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每日大家来领啊，我是对巴西来的 Kevin。我即马吼坐船要准备要跳岛啊哦，好，啊你看卖哦，我即马吼会当哪坐船哪享受这个美丽的海景，啊，还会当吹海风。啊，我知影要说什么题目？请问吹海风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吹海风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哦，吹海风哦，吼，伊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妈妈，盛海风，盛海风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毋是盛海风？对，这妈妈最厉害。哦，对啊，有对啊，来分数。有一滴了球呢，赞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吹海风其实伊华台共同词是有啦，啊，毋过咱搁较有台语味的吼，因为咱的线是安尼来来回回吼，表示的海风伊嘛无一定线共方向，伊会来来回回，所以咱是用线海风较好。啊，若准讲你感觉海风搁较强，咱另外有讲靠海风，嘿，啊嘛有迄个强海风，对面强嘛吼，啊搁有就是迄个抢海风，迄字可能大家较袂晓，嘿，就是。是去抢风安尼，嘿，抢风就是嘛是对面吹的意思，嘿，所以有足侪啊，盛海风咱一般来讲是足适合的，嘿，多谢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了紧，咱个后壁的迄落啊，朋友会当一来，咱都搁通提分，哈。好来。紧张演了最好诶，无咧紧张，嘿，而且拢无叮当，放轻松，放轻松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对，第二位哦，吼，一阿公阿妈知影你来上节目无？唔知。唔知，啊，你互伊一惊喜好无？好啊。好，你甲讲话，打招呼诶，嘿，甲伊拍招呼。阿公阿妈，我伫遮哦。你拄安尼讲，你会惊无？袂。袂吼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你介绍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伊绝对会甲你教啊，互你的心扉拢开，嘿，啊，行出了拢足敢讲话。哎呦，是像。是。大人哥哥，大人哥哥吼，伊的大足好，足在，伊是主持人。嘿，他甲大人哥哥学一个安尼啦。我听讲伊后礼拜就要去美国。啊，了解。我见英文嘛会使啦，英文哦，英文嘛 OK。了解，我嘛甲你介绍一个朋友。是。嘿，伊美国倒来，伊甲你教英文。拜托一个，嘿，拜托，嘿，拢无有落事故，嘿。好啦，其实大家拢是朋友啦。啊，若出国，咱就爱好好学习。加油哦！啊嘛，出国若有拄着遐个华人朋友会讲台语，咱嘛该讲台语。尽量讲。好，听无啊？嘿，好来，手跟个两个点面哦，然后讲请手台咱来当试哦，哈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大海鹰，来，哦，追啊！对面，海鹰来啊！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后刚才是模仿船长咧控制这架船的时阵啦吼，啊，你安怎控制这架船呢？就是用这叫做方向盘，对不对？好，安尼我们来出题目，请问方向盘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方向盘的台语安怎讲？是方向盘的台语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大人。韩多鲁。韩多鲁，确定。确定啊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韩多鲁？对，正确。哦，有咧塞车啦。他说我刚才日本
本人呢，韩德鲁。来分数先，你得到第2分好，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讲解。迄个这是日本外来语哈，所以伊是很多的意思。啊，一般因日语后壁拢会变做路啦、古啦迄款，所以很多路哈，咱是台语甲接，就是嘛用这个外来语。另外就是讲，咱会当讲方向盘，还是驾驶盘，哈啊，这是因为拄则 Kevin 是驶船嘛，啊，你若驶车，咱个会当讲这个驶车盘，还是讲车手，毋是去迄个。领钱的车手，就是讲迄个车手爱换好好，所以咱嘛是有迄款讲法安尼。你捌听过无？无捌听过，韩多路。我们的快伊车。无驾照。赛车。 15岁尔，对呀，对不？我应该爱考迄个脚踏车的。啊，安尼无意思啦，你让分数让甲伤济啊啦，无意思啦。好啦，咱今日换人啦。安尼咱要甲叫。希望对希望，单希望。哎，安尼嘛好诶。系啊，甲大人共款啊，好记啊。哎，好呀，希望是。好来，手跟个两个点，我讲声就得，咱来当试哦吼。这边咱今日开试，好，好来，下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过来拍波欢迎咱的船长华仔。大家好。哎。 船长吼，咱知影吼，台湾的每一个地区吼，若咧讲台语时阵，无同款的腔，对唔对？譬如讲，吼，咱台湾本岛遐吼，若咧讲猪，恁朋友遮就是讲啥物？猪哦，哦，咱遐若咧讲鱼哦，鱼啊，恁遮就是讲啥物？湖哦，真正无同款的。啊，若要讲你呢？哦，好，安尼咱来问咱观众朋友，咱应该会晓讲朋友腔的你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朋友腔的你安怎讲？朋友腔的你，除了你以外，佫会使安怎讲？是你哦。你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阿路。路。确定。你捌听过吗？捌听过。有听过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路？对。 正确。哎，好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3分哦。哦，伤好啊，伤好啊。厉害。好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好，其实伫澎湖嘛有讲你的所在，吼，因的乡镇足侪，啊，搁有就是因为福建遐要过来台湾，也是讲有足侪所在，要来台湾拢会先经过澎湖，吼，所以澎湖比咱台湾佫较早，啊，佫较侪面迄款腔口啦，吼，啊，即个你因嘛有漳州腔的所在，啊，毋过大部分大家拢会误解讲澎湖一定爱讲袂当讲漳州腔，其实遐是有的。 啊，咱一般遐是有泉州腔，咱有鲁，啊，佮有其他东湾的腔，所以咱会当讲日，啊，佮会当讲其他的。啊，毋过较重要的是因的变调，因为咱台语的变调伫漳州腔第2调要转第1调嘛，吼。啊，毋过因是会转迄个高声调，就是若像第9调安尼，所以因真有名，你就是讲，你是虾米人，吼，伊会讲女长。 迄个女就会起哩，所以你谈短有伫遐讲歹势讲迄个歹，就是有一点点啊遐腔口安尼吼，所以你是谁啊？女长哈，女长，你伫人，你是虾米人安尼？所以大家去遐耍的时，来当甲因学习，我感觉澎湖的腔口有够水的，哈，好，多谢。 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你知影哦？你知影？你知影哪个？知影路啊，我知影啦。哎呦，你刚才你是澎湖人。嘿啦。哦，无真正就手伤慢啊啦，咱这边手拢伤过慢。加油！讲迄题，你敢会讲伊会，啊，毋过伊无唱着。对啊，是毋是？咱这边手一定爱较紧。加油！好，不要紧，刷落去咱阁有2位啊，听啥？来，今日换人。 哦，第4位啊，阮这边还未开市啦。加油啦！哎呦，加油！免安怎？阮即个是先来观摩，先来看卖，看要安怎算啊？我毋是来录音。嘿啦，阮来参加了，阮来摕奖金吗？咱哦，若是唱着吼，是后回合，咱阁有机会。啊，咱若是唱着，尽量讲，啥咧讲拢袂要紧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
我今晚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。恁敢知影，其实这个双溪石斛是摕来做啥物的呢？古早时阵吼，伊其实是一个陷阱。哈，是个陷阱吼，到底是安怎一个陷阱？我甲你解说一了。因为吼，涨潮的时阵吼，就会鱼啊会收入内底，对不对？啊，退潮的时阵吼，因就无法度出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古早人真巧，对不对？因为用这个方法来掠鱼啊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哦。请问陷阱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陷阱的台语安怎讲？是陷阱的台语哦，陷阱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陷阱，陷阱，陷阱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陷阱？会使。哦，来分数。啊，叫伊得到第4分咯。哦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迄个陷阱吼，陷就是落落嘛吼，啊井嘛是落落的所在，所以陷阱一般咱伫陆地，咱会当安尼讲嘛吼。啊，虽然讲伊这是伫海里，啊，拄则 Kevin 有讲迄个涨潮，咱一般就是讲伊填漏的时，伊做只的迄个石壕，石壕就是伊用因遐石啊吼，logo 石啊来贴的。啊，就是有一个出口，填漏的时入来，啊鱼啊就是入来了后，可漏的时就漏袂出去，吼，啊所以这个叫做河，像咱淡水遐嘛是叫做河尾，所以这掠鱼拢是以前的智慧。刷落就是讲，咱这个伫海里这个个当叫做河嘛，吼，啊毋过伫咱平地安尼，也是山坡地安尼，咱会当讲是迄个陷阱，刷落就是挖一个坑。所以咱平常时讲话，就是我挖一个坑互你跳，所以坑会使。挖一个窟窿，嘿，挖一个坑啊，坑还是创坑。刷落就是讲我设局，所以局嘛是会当做名词。啊，然后过来就是讲，咱有讲伊调就是伊就是落我的陷阱安尼，所以咱买当讲迄个调安尼，因为陷阱你用了了调起来。哦，我调起来啦，我嘿，所以这个调嘛是会使来去讲这个名词，所以简单来讲，陷阱啊，迄个局啊，个有坑啊，个有调啊，然后伫鱼啊遐咱叫做河，就好，嘿，对，咱就学着啊，哈，好，不要紧，上尾啊一位啊，加油哦！来，今日换人，最后一位啊，是，真紧张，阮这边拢还未开市呢，卖红口倒啊，哦。那边怎啦？哎，拄啊，迄4题哦，有2题我会晓。哦，都2题。陷阱，啊，搁有陷海风，陷海风，其他2个我袂晓。困难无？其实，若是对我的听度来讲，有淡薄仔困难，加上伊拢是头一届来紧张。哦，有影。因为你伫厝内底看电视，感觉啊简单呐，厉害啊，对。啊，我徛伫遮感觉无共款。来，手放喺另个顶加油加油！吼，2边拢加油，不要紧，咱这比赛精神上重要。吼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来到七米多的时阵，你会当试看卖这个风炉茶。风炉茶我先来试看卖有啥物款的口味吼。淡薄仔呢甘甜，啊，啉起来吼，淡薄仔亲像咱日本岛遐咧啉的青草茶啦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哦。请问风炉茶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风炉茶的台语安怎讲？若是跟他照伊的字面看，应该是你讲看卖？敢有可能遐尔简单？有可能哦，就可能的。讲我都有机会。这个哦，我挑工牛伊的啦。谢谢大姐。多谢。风炉茶。哦，袂歹啊。来，老师是咪风炉茶？嘿哦，真有名的盘手，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咧？好，来袂哦，风炉茶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。若是跟他照伊的字面看，应该是你讲看卖？敢有可能遐尔简单？没，有可能哦，就可能的。讲我都有机会。风炉茶，风炉茶。哦，袂歹啊。听起来敢若有这款茶，风炉茶。好，来，我问哦，来，老师是咪风炉茶？对，正确。开机啊！来，分数。小黑得了1分哦。
来，这个哦，我挑工牛衣的啦。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多谢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这个红露茶吼，咱伊是配有因原生的一款会酸顶的迄款草啊，所以遐真特别。你若去遐菜市场，当时会当买到迄个青草干安尼转来遐吼。迄个伊就是讲，伊迄个对平湖迄款地景内底，因的生长环境内底特别，敢若红露草较会生安尼吼。即马就是讲较特别的，因为伊拄好咱这个足水的迄个队长吼，伊的腔口若像拄好泉州腔，嘿，无我本来想讲，因为平湖腔因即个风，咱转第7条风，毋过因的第5条会转，一般大家是感觉讲甲转第3条，毋过其实因是较低平音，所以会扭较长风露。第因毋是像咱的第5条，伊会搁较关音，所以听起来足水的风露茶，安尼对。若搁有其他腔口，可能搁有其他的茶啊是啥物，嘿，所以平湖迄腔口我们嘛是拢搁爱学的，嘿，对，足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赞，恭喜你，终身归期啊！来，咱即摆先请回来看一下分数，哈。好，先来看阮这边，港心一定赢。有得到1分哦，赞啊！嘿，那咱出一支嘴咧，有得到4分啊，厉害！结果咱这回合的1万块，你倒一边。奖金卖，互咱的出一支嘴，加起来15000块咯。哦，太吉利啊！不要紧，唔通硬气哦，咱搁有哦。好，起来，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咱这个回合有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5个同齐佚佗，咱来一定爱团结。毋过有当时吼，咱就是有遮尔啊侪答案，有3个答案，咱莫同齐甲藏落去，就亲像讲一个篮，咱鸡卵袂当拢全部藏喺内底啦。是。嘿，若拢破就拢全部破。嘿啊，咱若讲出去，大家咧边拢咧。所以炸弹拢来啊！咱若拢全部递出去，咱就拢死了啊！是，嘿，爱留一个，爱把你风险甲分开哦。好，来，要开始啊哦！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什么状况，咱会讲一个人有羊仔目的 ？A. 困的时阵目睭半开 ；B. 眼界真矮 ；C. 就是韩国型的迄个细蕊目睭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羊仔目，哦。是困的时阵目睭半开，还是讲伊的眼界真矮，还是讲伊是韩国人迄种细蕊目睭？困的时阵目睭半开哦。来个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啊哦。等我阿弟讲起这。来，时间未？来 A B A， 来只 A。你拢感觉是 A？ 其实我感觉唔是 A 就是 B， 因为我感觉羊仔的目睭足大粒的，应该唔是韩系的目睭。所以唔是 A 就是 B。羊仔目唔是安尼吗？阿姊。唔过伊足大粒的安尼哦，伊足大粒的粗粗的对啊。就是我感觉羊的伊目睭唔是安尼，就是开的。我感觉伊可能在食草，啊无在看别个所在。有道理哦。无唔对，因为着佫足认真，你啊食草，啊无就安尼起来。边仔拢看袂到安尼。边仔拢看袂到，这嘛是有道理哦。是啊，若这边拢是 A 啦。来。头拄经过讨论了后咧，就非常确定应该是这个答案。所以咱就完全把这个资金全部拢放一个一支股票面顶。若要变啊，就今日就谢谢啊。若无伊就起啊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是总是跟咱落啊伫播共款，就甲拄落去就对啊。大拄的。若有信心安尼是上好。好，毋过唔知影到底是 A、B、C 倒一个答案呢？好，咱即摆来看这个正确的答案是。
就敢若牺牲一条命，吼，来，奕，咱先试一个失败。当然这是根据迄样的关系来的吼，啊，咧困伊就是。就是半客安尼吼，啊，你会感觉若像迄看无遐看安尼，啊，毋过一般狗仔有当时啊嘛会安尼，吼，所以咱咧讲的是即款情形，啊，毋过有的人会甲迄阴阳眼吼，甲即个羊仔肉染唔对去，因为迄个太阳的阳吼，因会感觉是即个山羊的羊吼，啊，其实咱迄款人讲阴阳眼，有当时会看到。鬼安尼吼，迄款叫做阴阳眼，嘿，甲即个羊仔肉是无共的，会当做一寡区别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有问题呢。来，安尼目睭三尾，甲羊仔肉是共款啊意思吗？三尾你无咧困啊，啊，这羊仔肉是你咧困的时。哦。对，啊，所以人会讲你咧困一寡灵魂三魂七魄，毋知安怎走，所以就甲迄个人做伙。了解。所以这三种是无共，三尾。你咧意爱一个人，还是讲你拄困醒的时，目睭三尾拢是会使，嘿，看无啥会清楚安尼。对啦，大家做一下参考分享一下安尼啦吼。好，毋过将后4题、5题继续哦。好，来，麻烦甲我试一个后一题。嘿，来，咱继续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所在的地名内底拢有动物，你敢知影倒一个所在以早号做阿猴 ？A. 台东 B. 高雄 C 屏东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是台东、高雄还是屏东呢？对啊。哦，这边的速度足紧的哦。嘿啦。哈。来，阿猴应该拢知啦。嘿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示答案。哦。哎呦。对，是，真正拢是哦。哦，我要问者，你捌听过是毋是阿高？其实这题我唔知影答案，啊，毋过阮这题唯一无法度回答的人，伊讲是 C。哦，所以阮查某拢听伊的哦。是你走位听到的？我伫屏东有看到真侪迄阿狗吉祥物。因为伊伫屏东啊，伊住伫屏东，在地啦吼。对。所以讲，因的答案嘛对哦。我感觉是对。哦，嘛对。哇，如果是5比4啊，意思是安尼。是意思是安尼。蔡我讲，我确定一定是对的。恁囝得咱神仙呢？对啊。所以讲啊，你屏东你无白伫遐大呢。对啦。因为你这嘛知影，这是一种知识。是啊，你去美国通甲朋友讲。吼，对。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，恭喜4位，恭喜5位。赞。好，来，咱先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是甲平埔族有关系吼，因为伫屏东迄搭，咱就是有一个马家岛，啊，听起来就车前落后，安尼就变做迄个阿狗的迄款音。啊，因为以前咱的时代无讲遐侪文字，用生活的物件落去共好，啊，佮有其实民族。中间拢会互相踢笑来踢笑去，所以咱的地名有阿狗啦、打狗啦、打鸟啦、吼沙落啦，吼 OK。所以这物件就是讲后来咱经过日本人来统治咱50年嘛，啊因拄开始来是讲哪会迄名遐歹听，啊就一个改，吼，所以有迄个改做密字旁的，吼西字边迄个，啊毋过迄字嘛是念做阿狗，后来佫感觉即个嘛无好。写嘛无好听，所以后来就甲改做屏东，吼，啊，就是讲伫咱即个东太平洋遮，是一个真好的迄个边界，安尼滨江安尼，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大家拢佫学着这个知识啦，吼。屏东，好，来，咱后一题啊，哦，来，请试后一题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跨境台湾的巴士海峡。巴士以前吼，其实是一种款待咱遮的行船人的物件。你敢知影巴士是啥物咧 ？A 一种家具 ，B 一种饮料 ，C 一种壶。款待啥？款待饮料啊，行船人的喙焦啊，嘿啊，啊款待饮料安尼。无得甲迄巴
巴士是百事啊、帕斯哦。对呀。可能哦。因为你要食果子吼，讲真是个真罕有啦。啊，上定食的嘛不是饮料啊，饮料到遐伟大对不？啉水就袂歹啊。鱼啊，食鱼就顶在好的。嘿，凊彩好的鱼啊，应该是讲迄个所在有某一种鱼。爹爹，你讲的巴士海峡是指什么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来是果子、饮料还是鱼？鱼。不简单吗？巴士海峡，我唔捌想。来哦，5、4、 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。好，把风险拢分开哦。来，咱看这边 A B B A 哈 ，C C C A C 哦。哦，哎呦，你感觉是 A 是一种果子？其实我家己想要选 C， 因为我感觉是乌鱼子。哦，你讲是乌鱼子？因为乌鱼子巴士海峡是南部嘛，对不？屏东遐。屏东遐。对，所以我本来是想讲应该是 C， 啊，毋过这到屏东的人讲哦，伊感觉是 A， 所以我决定我要尊重伊的答案。哦，你甲看，妈妈爱囝的心就是安尼。对啊。对，有影，安尼对。所以两个 A， 啊，另外迄两个 B 是。对。因为我感觉讲宽带饮料啊。哦，你啊咧。因为迄种水迄叫啥？水手。哦，行船人。行船人的喙焦啊，嘿啊，宽带饮料啊，不对，甲迄巴士是百事啊、帕斯哦。对呀。有可能哦，无定对啊，饮料可能是呢。无定对哦。头家交代哦，哎，巴士来啊，来。今日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啊，咱这边是 C C， 哦，你选 C 鱼啊？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水手伫咧船顶，应该唔是食果子吧？因为你要食果子吼，讲真是个真罕有啦。啊，上定食的嘛不是饮料啊，饮料到遐伟大对不？啉水就袂歹啊。鱼啊。食鱼就顶在啊。嘿，凊彩好的鱼啊，应该是讲迄个所在有某一种鱼。就算你嘛是感觉是果子？无我是跟果子是因为，就是我甲大家分散风险，嘿，啊，若阵即个行船的人因食鱼食到惊的时阵呢，咱就应该爱换一个口味。是啊，你无分散掉迄落咱的鱼啦。我感觉饮料无可能。因为讨论的时间伤短，所以今晚咧怪咱的对吧？是阮的唔对。现在我会甲你加15秒，感谢。你上好就拢加掉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因为菲律宾遐嘛算作是南岛嘛，吼，南岛语族，所以因遐有一个岛叫做巴丹尼斯，吼，啊，就是巴丹岛，啊，迄个所在就是英国的船员，吼，啊，其实因是迄个海岛就对啊，吼，啊，去到遐当地人就请因啉迄个巴士，吼，啊，巴士互伊啉了，因感觉足好啉的，因为遐个产品因为较热带，所以因用甘蔗落去做酒，啊出来就是足好啉的。啊，因就讲好，这个岛真赞，我来甲合作这个巴士。不过人已经有名，因叫做巴丹尼斯，所以后来因就讲啊，安尼就不要紧啦，河边啊迄个海峡，所以唔才有这个巴士海峡出来。好，啊，其实甘蔗咱这个台湾咱埔里遐的甘蔗嘛足有名的，所以咱埔里遐嘛是有酒厂，啊，因嘛是一寡创新的迄款甘蔗酒，啊，伊号的名佫足有台湾味，伊叫做甘源，啊，所以甘源做牛，免惊无犁通拖。甘源酒醉，免惊无酒通啉。对，我意思是讲，其实甘蔗无算果子啦，啊，你若甘蔗加迄应该来算菜还是啥？好，所以咱选这个饮料，而且是一种酒，
哈，大家酒拢爱讲18岁以下袂当啉酒。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今日来看一下分数。是哩。嘿，看阮这边的共心的咧。啊，够有2分。哦。那咱大轮的咧。大轮剩一粒爱心。啊，所以这个回合的2万块你倒位咧？2万块爱，互咱的共心一定赢。这就叫做冰盘啦。哎呀。是2万呢。我们咱即马。有迄参与的感觉吧？是，有哦。你即马才有参与的感觉。不要紧，摕到钱才有啦。即马才开始。2万还未摕到呢，我袂当甲2万摕到转去。来去拼者。来拼哦，好，今日的小气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抢奖金咯，抢！第一道安尼咧，最恐怖，进行拢无分数。对。哦，尾啊就甲揪落来啊。冰盘哟。奖金偌济？2万块啦。2万啦，摕到转去啦吼。加油加油！不过2万就敢若20秒20秒尔咧，少啦。咱搁加30秒变50秒好无？好，来麻烦摆一排。摆一排。第一位。来。啊，后边会使个头前讲。第二位就嘿，拢通我讲哦。好，会使讲。会使。50秒哦。来，咱请开始。万事安怎？起头难。哦，这个来个饲什么家宝的？饲什么？唔对，个饲一遍嘞。鸟饲啊，这个来个。什么较袂散？给，安怎才袂散啊？来，今日，安怎？用讲，第几个？帮什么？帮谈较袂难。这个来。带什么坐金交椅？无大子，唔是无大子。哦，这个来。低頭唔顧什麼？顧什麼？凊彩啊！顧動物什麼動物啦？緊嚟！低頭。啊！冇卡，唔對，過來個。顧什麼？啊，緊嚟哦！这个骑脚踏车同款吼，啊，其实就是咧鼓励大家吼，莫惊困难，因为咱有想就有步，有行就有路，吼，后届过来就会有法度吼。啊，第二个鸟鼠夹布袋，一般就是咱厝里拢会放物件，啊，以前拢用布袋咧装嘛，吼，啊，其实鸟鼠会去夹，毋过你哪会等到无去饲鸟啊来夹遐个鸟鼠，竟然是饲鸟鼠来夹家己的物件，所以就是这就是讲一种陪伴安尼吼。过来是网摊较袂散，迄个网就是讲凊彩的意思，比如讲这间公司网菇啦，吼啊网厅啦这款的。啊，赚就是赚钱，散就是散车。就是讲你加减啊赚，你较袂变散车、散家人，还是散车人吼。刷落是带某大姊坐金交椅，因为以前平埔族吼，啊，咱台湾迄当阵有足侪位福建遐来的，啊，其实要来台湾遐有足侪人是伫遐住袂落去的，也是讲一寡罗汉脚啊，无母无教的人来遮，啊，较困庙内底罗汉的下骹，所以叫罗汉脚。啊，因大概遐平埔族因为是迄个母系的即个社会，所以查某人会继承足侪迄个财产的。啊，伊本来爱困罗汉骹，毋过带着某大姊，佮有财产，佮有厝通住，佮有某，吼，啊，佮有足侪物件通好食的。啊，所以伊就是哪像坐伫金交椅，就是厅头上大食迄只太师椅、太师椅。咱看上尾一个就是低头毋顾鸭无卵。迄个咱一般吼咧拜拜是拜猪头、拜神明嘛，所以咧祭拜是安尼。啊，总共一句猪头是足值钱的。咧拜拜的时，你迄粒猪头爱顾好，你竟然唔顾，你顾迄个鸭卵安尼细项的个俗啊安尼吼，所以就是讲你即个人咧做代志吼，迄款重要性无分互清楚。吼啊，就是这俗语拢是真趣味，大家当查书店啊，拢会
会当听音动安尼。谢谢老师。啊，可惜啦，2万呢。对啊。不要紧，后抓再过来拼就好啊。趣味上重要。不过咱今嘛是爱紧来记咱的颁奖。赶快用欢喜的心情，嘿来颁奖。无错。嘿，无唔对，即届2边拢无摕着。但是，不过哦，咱得到真侪的经验，咱后抓再过来摕嘛。对啊。过来摕，咱是爱精神，咱无爱奖金。啊？嘛是拢爱啦，拢爱。对啦，咱嘛爱精神，嘛爱摕到奖金啦。嘿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国文老师王秀荣王老师辛苦咯。大家有智慧，到顶变得意，我哋大家拢欢喜。再会喽，再会，谢谢，谢谢大伦哥哥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大姐，啊，二大姨多赞，谢谢阿牛。